今仔日真侪人注目的大新闻，就是昨深夜有民进党的前党工伫面册来指控，讲家己拄到性骚扰的事件。但是民进党现任的副秘书长柯家店，当时是做民进党妇女部的主任，并无予伊协助，搁加质疑当下为虾米袂跳车，哪会无怎叫出来等等，予伊是相当的失望。所以伊最后是选择离开掉民进党。民进党是特别发声明来表示，这个民进党谴责任何利用职权性骚扰的事件，嘛为受到这个伤害的当人来致上道歉甲慰问，嘛随甲这个副秘书长柯家店停职接受调查。下一步我们会处理性骚扰的案子吗？副总统性骚零容忍吗？被问到前民进党党工被性骚扰的争议，赖清德透早无应。前民进党妇女部员工伫半暝伫面册控诉讲，互人性骚扰。讲伊负责专案中，连啊团队要转去的时，导演太伫困的时阵，伊将伊的头甲二个肩胛头骨甲摸。等到工作室，导演一直甲看伊，邀请我入去坐一下，问我讲敢爱去便所，我一直入去便所，随将门锁起来，规伫边仔一直空拗。我有听到伊伫门外的脚步声，一听到脚步声变较济，我才甲行出来。想不到事后甲主任讲。当时，这个妇女部主任柯家店敢若真冷淡甲问讲，所以呢，你希望我安怎处理？佮讲当时你是安怎无要跳车？事后这个案件嘛不了了之。赖清德主席表示，对于任何涉及性骚扰的事件，党中央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也希望遇到类似事件的同仁，能在受保护的情况下，得到应有的调查真相。针对前党工性骚扰的争议，临时开记者会。徐家田副秘书长即刻停职接受调查。就我所知，这件事情在党内并没有启动任何的申诉调查程序。代志发生伫去年9月，前妇女部的员工和导演性骚扰，甲妇女部的主任柯家店报告。第2摆，搁甲主管面谈过，陆续搁谈几摆，党内却是无启动任何调查程序。即马当事人将这个事件公开，党中央赶紧成立调查小组，是讲这件代志恐惊早就伫当事人的心内留下了阴影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